我们有预备幼宇，你有没有准备？我们在每周六的晚上，我们一起聚会，一起聚集在这边敬拜上赞美我们的神，好不好？邀请你将你的手机转为震动或转为静音，在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当中，恳求神的圣灵亲自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主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愿主你的灵充满我们的心，保守我们的灵，让我们在你面前成为馨香的活祭。我们愿意敞开我们的心，愿意将我们的生命摆放在主你面前，恳求你赐给我们生命的智慧，也求主你教导我们在生命的功课上能够得着更多神你蒙恩的赐福的生命。我们将今天晚上的聚会恭敬仰望，愿主你平安的灵赏赐于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在我们生命里面，我相信有很多我们会遇到不一样的困难，但是我们恳求神告诉我们，帮助我们，好叫我们的生命能够走在神的道路上。主的话说，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弃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一起来恭敬仰望神。任何的环境都不要惧怕，全能的上帝他必保护你，你不要惊慌，更不要惧怕，全能上帝他必保护你。任何环境，任何的环境都不要惧怕，全能的上帝他必保护你，你不要惊慌，更不要惧怕，全能的上帝保护你。纵然有疲乏软弱无助的时候，全能上帝他必保护你。人生的惊涛骇浪临到的时候，全能上帝他必保护你。你是我的磐石，主，你是我的山寨，主，你是我的盼望，我的力量，我的耶和华。环境都不要惧怕，全能的上帝他必保护你，你不要惧怕，更不要惧怕，全能的上帝保护你。任何的环境都不要惧怕，全能的上帝他必保护
的，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生命的山寨，他也是我们生命的盼望。我们恳求神来帮助我们。当我们说主，你是我们的盼望，你是我们的力量的时候，我们将我们的心敞开，求主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再做一个柔弱、软弱、无力的人。纵然有疲乏、软弱、无助的时候，全能上帝，全能上帝他必看顾你。人生的惊涛骇浪，神的惊涛骇浪，无助的时候，全能上帝他必保护你。主，你是我的磐石，主，你是我的山寨，主，你是我的盼望，我的力量，我的耶和华。主，你是我的磐石，主，你是我的磐石，主，你是我的山寨，主，你是我的盼望，我的力量，我的耶和华。他是我们的力量，我们的主。我的力量，我的耶和华。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你将耶稣基督赏赐给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重新因为主耶稣复活的生命，让我们重新得着力量。我们相信复活的生命在我们生命里面要带来力量，要带来盼望，让我们不再活在死亡的阴谷当中。恳求你赐福我们，祝福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神你所喜悦的儿女。我们谢谢主，再次将我们的生命全心恭敬仰望神。愿主你的话语也继续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这个时候，我们邀请各位，我们一起同心来奉献。基督徒，我们一起透过奉献来见证、来实践我们回应上帝的行动，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充满感恩，也让我们一起在奉献的行动当中，让神来丰丰富富的来赐福我们的生命。好，这个时候我们一起起立哈，我们一起来做祷告的奉献的宣告。我相信凡事都是上帝所创造，他拥有赏赐与收回的权柄。此时我愿意从你所得的奉恩典，用感恩与敬虔的心奉献在你面前。求主在我每次甘心乐意的奉献中，操练我更加顺服委身，分别我的生命。我相信奉献是栽种丰收的种子，我深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生命，我确信奉献是生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实与怜悯赐福我们，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们。请坐。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牧师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也是我们在进入这个母亲节哈。那在这边，牧师也要祝福全天下所有的身为做母亲的弟兄姐妹，求主祝福我们，赐福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当中不仅在庆祝母亲节的当中的喜乐，更重要的是我们向神求更多的智慧来祝福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母亲每一个人在家庭里面能够得着智慧的心，来建造一个属上帝喜悦的家庭。跟你旁边的人说母亲节快乐。
母亲节快乐！快乐好，在座有一些年轻人哈，明天是母亲节哈，也期待在明天早上你起床第一件事情就是先跟自己的母亲哈说声母亲节快乐哈。那谢谢母亲啊，养育我们，陪伴我们啊，我觉得这是一个生命很重要的功课。那牧师其实在家庭当中，觉得家庭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生命一环啊，也是人的成长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角色跟身份。那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家和怎么样？万事兴啦哈。”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在家庭里面没有建立一个和睦的家庭，那么往往在家庭里面你没有办法体会到什么是幸福的感觉。那曾经有一个传道人他在家庭里面他扮演一个冷酷的一个父亲这个传道人呢，他是一个在家里面是一个非常冷酷的。有一次呢，他这样子的行为而让他的家庭里面2个儿子来离开了神。那这个家庭呢，其实他这2个儿子其中有一位也是非常有名的他叫做 Robert G. Ingersoll 那这个人呢，这个孩子呢，也就是说这个传道人他的其中的一个孩子他成为了一个反基督教的无神论者，甚至呢，这个叫 Ingert 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一个无爱的皇宫就好比一个贫穷的茅寮了。若一个茅寮有爱在其中，就会成为一个灵魂的皇宫了。也就是说，如果在我们家庭里面，我们为了赚取更多的财富，甚至让我们的家庭的孩子家庭每一个人都享受得非常享乐的生活，可是却没有真实的爱，那么这个家庭绝对不会是一个幸福的家庭，也不会是一个温暖的家庭。所以上帝其实透过每一个人的家庭里面，都需要建立一个叫做温暖的家庭。我不晓得你觉得你的家庭是一个有没有温暖的家庭？好，我觉得我们要去想这件事情。当一个有温暖的家庭，实际上你会发现，上帝在他的家庭里面是充满许许多多丰富的喜乐、爱，甚至充满包容的地方。箴言在14章1节里面这样说，我们一起来念来。智慧妇人建立家室，愚妄妇人亲手拆毁。圣经里面讲到，这个智慧的妇人建立她的家，是每一个人，也是每一个女人的期盼。当她在建造家庭的这个过程当中，不免会有遇到害怕。那害怕没办法成为一个贤妻，也怕成不了这个良母了，贤妻良母了。但是呢，敬畏上帝的人，我相信牧师觉得一定可以成为智慧的人。所以跟你前后左右，我们人不多跟他讲说，敬畏上帝的人，你就会成为一个幸福的人。敬畏上帝的人，你就会成为一个幸福的人。为什么？因为一个幸福的人，他会时常感觉到他的生活、他的生命充满智慧，他知道怎么样去面对前面的道路。所以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他会得着智慧，他知道他有依靠，而且他会把他的惧怕完全的除去，就像刚刚我们所唱的那首歌一样，任何环境不用惧怕。申命记31章第8节说，耶和华必与你同在，他不撇弃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这就是我们在唱的这一首歌的含义。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到箴言14章26节，我们一起来念来。敬畏耶和华的大有倚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所以有人说牧师，基督徒在传福音，在传什么福音？我觉得就是要传我们回到家里面，我们要告诉我们的家人，即便是还没有认识主的家人，让他们知道有主依靠，有主可以帮助你，是多么平安的一件事。所以我记得我在小时候，我的父母亲只要我要出门，我的母亲总是会告诉我说，你要依靠上帝，无论遇到什么样子的困难，上帝都会帮助你。他知道，让我听到以后，我发现妈妈，是你没有办法保护我吗？我当时候是这么想，我不知道什么是上帝。可是当我慢慢的生命在不断的经历当中，我终于了解，因为我的父母亲他不可能随时随地都在我身边。
可是当有一位上帝在我身边的时候，做我的依靠的时候，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成为我生命的避难所的时候，我终于了解这位上帝所讲的福音是什么。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这个妇人，智慧的妇人建立家室，这个妇人谈的也就是基督的心腹啦。也就是说，我们都是基督的身体的一部分，对不对？我们都是肢体嘛。什么是教会的头？基督嘛，基督是我们教会的头。那么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就像基督的心腹一样。每一个人，不是每一个妇女哦。我们谈的圣经节，其实他谈到是智慧的圣徒能够建造基督的身体教会。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愚妄的圣徒他就没有办法建立教会。一样，在家庭里面，如果我们没有依靠神，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个福音当作是那么的重要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是非常大的阻碍。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用过家里面那个设备只要越来越有智慧智慧家电有没有听过？智慧型家电，比如说我进到房门以后，我就说开灯，它就开灯了，对不对？关灯，它就关灯了，这叫智慧家电。好，那牧师在刚好看到这个智慧家电当中，我就刚好跟牧师今天讲到题目智慧的家庭，到底什么是智慧的家庭？好，我们一起来讨论几个重点一个现代科技的智慧家电它是如何实现的？有5个智慧家庭应用的情境介绍来，牧师要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叫做智慧家庭的应用情境叫做智慧照明就是家庭要有光啊。请问那个幼宇你现在是国中生对不对？你会不会回到家有问题会想要问父母亲？有时候会。那什么情况下不会？还有什么？可能父母亲都还在忙，可能是甚至你觉得好像不知道找谁，因为幼宇他是独生子是一个孩子，所以当我们回到家里面，你只要发现家庭如果家人都忙于他的生活工作，没有办法适时的告诉你生命该怎么走，遇到问题该怎么样做的时候，他就好像瞎子一样，他不知道该怎么走。诗篇119篇105节，我们一起来看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啊。所以很有趣上帝圣经的话语教导我们，我们生命的路上要怎么走？我们需要灯啊，我们需要光啊。怎么走？需要透过上帝的话。所以跟你旁边的人说，你要读神的话语，要读圣经。你要读神的话语，要读圣经。诗篇第1篇第2节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了。”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在上帝的话语里面，你只是看过你也不思想，我告诉你，你看过圣经节，你也不知道怎么用这样懂吗？所以圣经你都教导我们，怎么样透过上帝的话昼夜思想的人，这个人他才能够真实的得着智慧。诗篇119篇133节说：“求你用你的话使我的脚步稳当，不许什么罪孽辖制我。”他谈得非常有意义圣经里面讲的都是很多的面向是我们生命的智慧的很多面向所以我们看到这3段圣经节讲到了3个重点。这3个重点是什么？我们怎么认识这3个重点？第一个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怎么做生命对不对？怎么生活嘛，对不对？怎么活出上帝给我的生命嘛，是不是？我知道怎么走嘛。第二个，喜爱上帝的律法，昼夜思想，这是教导我们去想，而且要怎么样去实践，成为一个蒙福的人。第三个，他讲到说：“求你用你的话语使我的脚步稳当。”你有没有发现，基督徒生命当中也会遇到苦难，遇到困难，会不会？会。幼宇，你觉得牧师什么事情都很顺利吗？像我们今天，在陪孩子在那边打撞球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会不会有问题？很多，对不对？遇到孩子，怎么我好像没办法面对这些小朋友。以前我也不懂，我真的都不懂。
可是当自己有孩子以后，我终于慢慢的了解他们的状态是什么。所以我从以前就很希望我能够好好的陪伴孩子，可是我不懂，是自从自己做父亲以后才知道，脚步要稳当，是因为有实践，有实际的生命的经验。所以圣经里面教导我们，求你用你的话语使我的脚步稳当，这个叫做实践的生命。所以我们要知道，认识上帝的话有3个重点。第一个，你怎么在生活做你的生命？你怎么在活啊？第二个，你怎么在想啊？第三个，你有没有在实践啊？这3个面向，牧师期待各位，我们相信每一个人都懂，理解上帝的话、圣经的话都懂，但是怎么表达，其实往往是在于你怎么认真去做，认真的去行。这个哥伦布我们认识，对不对？哥伦布发现了什么？新大陆，美洲。很多人都认为哥伦布只不过是凑巧看见哈，那其他很多人哈，因为他只是运气啦，哈，他只是怎样，只是运气才可以做到了。那在有一次的宴会当中哈，有一个贵族就跟他就跟他抱怨哈，说，哥伦布，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了，美洲都在那里啦，啊，你只不过是凑巧刚好过去的时候哈，就刚好被你看见了。如果是我们去的话，我们也会发现啦。好，就在那边责难这个哥伦布这个哥伦布他就不慌不乱的他就灵机一动了，那就拿起了桌上的一颗鸡蛋，然后对着大家说：“各位先生女士们，你们觉得谁能够把这个鸡蛋立在这个桌上？请问有谁可以做得到？”大家就在那边试在那调整那一颗鸡蛋就是没有一个人成功。这哥伦布他就笑一笑，拿起鸡蛋就轻轻的在桌上这样扣起来。我们知道扣起来鸡蛋就怎样，就破掉了。可是他就立在那里了。然后呢，哥伦布就随口就说了：“对啊，很简单呐，很简单呐，就是这么简单呐。发现新大陆，发现美洲，确实不难呐。可是要立起这个鸡蛋，就跟这个立起鸡蛋是一样的容易啦。可是各位在我还没有立起这个鸡蛋的时候，你们有谁做到了呢？懂我意思吗？其实在很多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也是这样。当我们看到一个人成功，当我们看到一个人赚大钱，当我们看到一个人他有成就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在想？这个如果是我再年轻个几岁，我也可以像他一样，你懂不懂？所以有很多的基督徒，他的思想里面他缺少了很多的实践的行动，创新，从本质上代表的是新思维、新的角度、新的变化。他必须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欢迎的态度。所以呢，当我们在看事情、看问题的态度跟角度的时候，往往却会决定了一个人他怎么在实践。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也要了解，对福音创新的传递思维、创新的做法，有时候就是这么简单关键在于你靠着上帝的指引的方向、生命的亮光，你愿不愿意做啊？你敢不敢做啊？你肯不肯做啊？幼鱼，你有没有朋友？你还记得牧师跟你讲，今天你想要带谁？你只是说有谁要来，对不对？你就要放在祷告中说：我自己来这边听牧师讲道，牧师的声音，牧师讲话的方式，我很喜欢。你要听到这个好的福音、生命的智慧，你要不要去祝福人？要不要？要。所以有些时候，如果你没有这个行动，这个福音在你身上往往不会带来非常大的帮助。为什么？因为这个就是家庭智慧家庭的第一步，智慧照明。你有没有被点亮那个生命智慧的道路的亮光？第二个，一个智慧的家庭必须要应用的情境叫做娱乐。我想问各位你觉得基督徒有没有娱乐？可不可以娱乐啦？可以。可不可以？需不需要？应不应该？其实我记得小时候每次我只要去
教会聚完会的时候哈，然后父母亲哈总是会说，你们这些孩子哈，每次哈去教会玩，就是急着想要去打电动，然后急着想要去打篮球，你们的心根本就没有放在这个教会聚会当中哈。那我就跟父母亲讲说，不是这样啦，我们就是朋友遇到大家聚集在一起就需要吗？我要问各位哈，假如你有一个好吃的水果，当你要吃的时候，发现这个水果有某一个部分烂掉了，你会怎么做？你会怎么做？有些人他会怎么样？他会不管烂不烂，整颗只要有烂了就怎么样？就把它丢掉。好，那有些人他会怎样？他会把烂的部分把它切掉，然后怎么样？把好的部分把它留下来。我记得当我的在家庭里面哦，也有人是这样。譬如说，当你跟人家出去玩，然后突然间都没有跟父母亲讲，然后回到家里以后，父母亲就说什么：“从今以后，你不准再给我出去玩了，我要限制你的行动。”哦，这个牧师时常听到的哦。我在教会里面时常听到弟兄姐妹都说：“牧师，我那个儿子哈，他可能已经30几岁了，他就会跟他讲说，跟牧师讲，牧师，听说他上个礼拜他跟人家出去都很晚才回来都没有跟我们讲，好，可不可以下次你跟他说，好，看可不可以就是不要再跟人家出去了？”我就想，哇，怎么有那么严重？这个问题就跟我们在谈论这个水果的问题是一样。当水果有一部分烂掉的时候，你会选择整颗把它丢掉，还是把烂的部分把它弄掉，然后再吃剩下的部分？我们要知道，娱乐，基督徒的娱乐，就跟这个选择苹果或者是水果这个好坏是一样的道理啦。我们要知道，基督徒在面对娱乐有几个大问题。我们要知道什么是道德性问题的娱乐有哪些？好，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暴力的娱乐，暴力的电影有没有？好，现在学生有很多这个 APP 手机里面有什么枪战游戏，有没有？有玩过吧？枪战游戏，枪战游戏不要小看这个枪战游戏哦。从以前牧师在大学的时候，我就很喜欢枪战游戏哦，因为枪战游戏每一次只要那个枪打到人，把人打死就很爽。可是你知道吗？那个过程当中，当我把一个人打倒的时候，我也会觉得很快乐。可是当我认真去想起来，发现原来战争的游戏，它是让人进入到一种厮杀里面，把人的生命重新结束掉，那是一种卓越感，那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第二个，色情的娱乐，好，色情的电影、成人的网站、性爱的用品，这些很多在我们的手机的频道，很多东西，人家都会时常这样不小心就传出去了。赌博的娱乐，好，赌博、彩票、博弈游戏，你会发现一个国家事实上说，我们为了要建构这个一个地区性的发展，都会有赌博性质的娱乐的场所。兽性的娱乐有什么？动物园、水族馆、海豚表演，会不会？有很多这个环保的这个，他们会说什么？不是环保，那个叫做叫保育的团体，他们就会认为。海产的这些动物应该要让他们怎么样？就是要让他们在自然的大环境里面生活。可是我们人类却会把这个什么，把这个鲸鱼啦，或者是什么海豚啊，就把它关起来，然后在那边跳啊、训练啊，然后在那边看，哇，好棒，好棒，好棒！如果你认真去把它看起来，这叫做兽性的娱乐。另外一种伤害的娱乐，霸凌、欺凌、斗殴，在教会里面有没有？也是有。争夺谁比较会带，谁比较有能力，谁比较有办法，然后我们就认定他就是由他来做。其实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在教会里面的基督徒要认真看待娱乐性的角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光这个娱乐的应用，我们就会产生有几个问题。第一个，有些人会认为容忍有问题的娱乐，不管这个世界提供什么，都通通接受。另外一种，有些人他会避开一切的娱乐，免得自己怎么样接触了任何有害的东西。最近我们教会有撞球桌之后，然后有很多一些不爱念书的孩子，我不说中辍生，我说不爱念书的孩子，他们喜欢来教会念书。
可是当这些孩子进到教会，他们可能会有一些不好的行为，会抽烟，可能会讲不好听的话语。可是基督徒的弟兄姐妹就会开始有一些反应，说牧师，我们教会可不可以接受这一些孩子？我只有一句话，当然要接受，因为教会是有爱的地方。那他们就说了，可是如果这样会让左邻右舍的人看到说教会都让这些孩子来这边，然后导致这边的社区的安宁的问题发生，我心里面就很清楚的一个答案，我就问他说，难道你不会教吗？难道我们不应该跟他们教导正确的态度吗？各位弟兄姐妹，你要了解到，有很多人认为，这个避开一切的娱乐，免得自己接触到一些有害的东西。其实人的思维，有些人是真的是这样，还有些人他会小心避开有害的娱乐，偶尔享受一下有益的娱乐。好，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这一些是什么？每一个人的娱乐都有不同，但是我们不能够期待所有的基督徒都能够做出完全相同的决定。你们阿们吗？对吧？我再讲一次，各种的娱乐喜好都不一样。我们不能够期待所有的基督徒完全做相同的决定。我到底要不要娱乐？我到底要不要避开？我到底要不要小心的避开？这些都不是我可以决定的。但是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上帝的话语。哥林多前书6章12节说：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注意哦，他讲到一个重点哦，我总不受他的辖制。幼鱼，如果今天听说现在父母亲把手机先帮你没收，对不对？假如现在要还给你，你会不会被手机辖制住？什么叫手机辖制住？手机里面有什么？有游戏，有你那些好朋友，甚至你要花很多时间想要哇，好像我要看他有没有回我，那个谁有没有什么状况，那个谁发生什么事情，它里面的世界非常大。这些东西会不会辖制你？如果它会辖制你，会不会对你有影响？会不会？它会再次影响你。所以牧师为什么刚刚今天就说我希望跟你爸妈讲说不要还给你。为什么？因为我发现你好像现在没有手机，我觉得比较正常而且不一样而且非常好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所以你要注意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在我们生命当中，娱乐所带给我们真的非常大的困扰，但是我们一定要把持住我们的心有没有被带走。哥林多前书10章23节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31节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他讲到一个重点，跟你旁边的前后左右说：你的生命要荣耀神。你的生命要荣耀神。你做什么决定都要荣耀神荣耀上帝意思就是说，就算我要娱乐，我要荣耀上帝。请问你看那个暴力的电影会让你荣耀神吗？假如不会，那你可以选择不要看，甚至你也可以选择怎么样略过。好，这些东西不会影响到我，但是不要特别主动再去看。你只要说，基督徒可以这样做吗？我说不会我不会受影响。我的生命是要荣耀神的，所以我不一定要跟你一样去做这件事情。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很多年轻人他们一天到晚都在念书，可是如果他需要放松、需要玩、需要娱乐，你要不要给他？也是要的。教会一开始我记得当我们的同工说，他好像奉献一个撞球桌的时候，我就在想了，这个娱乐可不可以？我其实，在某个角度上，我也觉得有一些问题。可是其实我过去我就很喜欢打撞球，我就在想，上帝这个撞球桌好吗？你知道吗？我牧师后来想一想，其实撞球很有意思。撞球它实际上是一个运动，撞球它是有很多的角度，就跟人的生命有很多的角度。你怎么让你的生命的角度走在正确的方向，然后直达上帝所要你走的方向？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其实娱乐它会带给你很大的帮助。你怎么样建立在你跟神的关系，那才是重点。
所以跟你旁边的朋友说，你要荣耀神，要透过娱乐也可以荣耀神。你要荣耀神，透过娱乐也可以荣耀神。这就是智慧家电的一个部分，一个象征。好，我们需要娱乐，但是娱乐的应用就是要能够荣耀上帝。所以啊，各位弟兄姐妹，有的人3天3夜都沉浸在娱乐里面，可不可以？来，现在好了，牧师讲起来好像娱乐可以哦。好，那我要好好去研究怎么玩出信仰。我现在就牧师讲的好像就是可以娱乐了嘛，对不对？那我们就来想看看，我们要怎么去玩啊？好，基督徒好像是有这种想法牧师，你不要叫我服侍神，不要叫我读圣经、祷告，我会办活动，我很会玩，可不可以？跟你旁边的人说不行。好，不行，为什么？如果我们把娱乐当作生活，你有没有可能会取代掉你原先应该要做的？要突破生命要突破的，有可能。这就是什么？PPT 帮我点一下这就是我们要看准到底我们的生活的准则。我觉得娱乐就像一个调剂啊。什么是调剂？调剂它就是帮助我们生命好像有一些滋润一样。那这个调剂的需要呢？如果我们没有看重，甚至看重过头，把它颠倒过来，我们的生活不能没有娱乐，我们的教会不能没有娱乐。哇，你强调这个事情对吗？可以吗？来，我再讲一次教会不能没有娱乐，可以吗？不行，为什么？因为感觉听起来好像是你们没有谈到那个信仰的本质嘛。我们实际上任何的娱乐都好，可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回归到正确的态度？是这些娱乐都是调剂，帮助我们关系的建立，甚至帮助我们怎么样去建立他跟上帝的关系。第二个，人有调剂的需要，但是没有活在里面的需要啦。这样懂我意思吗？你娱乐需要活在里面吗？没有它不行吗？懂我意思吗？牧师曾经遇过有弟兄姐妹同工很爱活动，很爱出外旅行可是只要谈到要祷告，他就怕得要死。只要怎么做的时候，叫做服侍神的时候，他就不要。牧师，如果要活动，我绝对可以参加，我绝对都可以。这就是没有娱乐不行，他活在里面。可是其实要教导基督徒的生活的准则是，我们有娱乐的需要，但是没有活在里面的需要。所以我们要知道，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啦。甚至我们要知道，凡事都可行，但是我们不能够备受辖制。这样懂了吗？所以我们要了解，学生他情愿去打球，但是如果他不爱念书，可不可以？幼鱼，来教会打撞球好不好玩？好，对不对？我就是不爱念书，我会了，可不可以？可以不可以呀。我们来教会念书，来教会打球都可以，但是你一定要把你的学生的身份、时间的重心放对位置。你绝对不能够把这个东西变成说，我今天我花了很多时间都在打撞球，那意思就是说什么？读书跟娱乐，如果娱乐多了，读书就怎么样？就是少嘛，很简单的道理嘛。如果你把读书视为你学生的本分，看为重点，这个娱乐就会成为你的调剂作用，它会帮助你，让你有一种我突然间需要放松一下，打一下撞球，打一下乒乓球，甚至我们出去喝个饮料，都是一种娱乐的部分，调剂的部分。所以我们要了解，教会里面，在家庭里面做儿女的，我们看重彼此关系的娱乐。很多父母亲他会看重孩子在家庭，他可能需要打一下电动，看一下电视。可是你知道吗？当我发现我的孩子，我看重这些的时候，他们看这个比他的念书更重要的时候，他们时常只会回家做一件事：爸爸，我可不可以看电视？爸爸，我可不可以打电动？他们不知道家庭有很多事情等着他们去学习，等着他们去做。第三个，智慧家庭需要环境的监测。基督徒内心里面的环境监控很重要了。假如我们这家庭里面智慧家庭，你要
你要哪里要装好的东西，帮助你的家庭成为一个智慧家电的环境。你一定要知道你的环境需要些什么。好，所以一个基督徒，他必须对他的环境的掌握、生命状态的调试、处事的智慧，他必须要有足够的心智备妥，他才能够了解他的需要是什么。所以提摩太后书1章7节说：“因为上帝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呢。”好，不是单纯爱人的心，你也知道爱人，可是偏偏很多人都不敢爱，对不对？所以啊，圣经告诉我很明确哦，上帝赐给我们的是不是胆怯的心哦？即使你遇到困难，即使你遇到一个人你爱不下去，你也要知道你要有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各位弟兄姐妹，第4个，智慧家庭应用的情境安全的监控。我觉得安全重不重要？你生命有没有平安呢？你觉得当你遇到患难困难的时候，你会不会害怕？会不会？你会不会？会。你会害怕？害怕什么？没怎样，没有人帮忙。那基督徒呢？你是上帝的儿女，怎么办？月菊姐，你会怎么做？祷告上帝。可是有些基督徒他不见得哦，当他遇到他生活当中有不平安的时候，他感觉不平安的时候，他觉得他有患难的时候，苦难来的时候，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做了，甚至他会选择把自己关起来在家里，等他预备好了，我再来教会。有没有？有这种人吧？好，所以你要知道哦，一个基督徒不是他受洗完了他就有平安哦，不是他受洗完了就有能力哦，是他对自己的内心、他的生命的安全的掌控不明白。我们的生命是有主的，我们的生命是有上帝与我们同在的生命，对不对？所以圣经里面帖撒罗尼迦后书3章3节说：“但主是信实的，好，是要兼顾你们，保护你们脱离那恶者。”如果你看完这段圣经节，你再来回想刚刚牧师所讲的那个情境，当你在困难当中、患难当中的时候，你会选择害怕，可以吗？可以害怕，但是你需要继续沉浸在你的害怕、恐惧当中吗？要走出来嘛，对不对？而且怎么走出来？你怎么帮助他？就是要告诉他，上帝是信实的神，你要相信我们的上帝是会保护你，脱离一切的恶者。不要怕，走出来吧。所以我觉得牧师在关怀一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当他不知道怎么走出来的时候，我只告诉他这个观念，他就通了，他就懂了，他就知道我是一个属神的儿女，我不用怕，我可以勇敢的走出去。所以信主的人，很多时候在苦难当中学习喜乐，并不是代表他没有悲伤啊。基督徒的喜乐不是他不会遇到悲伤啊，他也会悲伤，但是他知道上帝的力量会帮助他，含着眼泪他还是继续奔跑，这样懂吗？他就是这样的喜乐。甚至基督徒懂得忍耐，不是代表他会屈服。我今天打你，你就要忍耐哦，这是你们圣经教的哦，不是，乃是说在忍耐当中，他知道上帝会给他永恒的盼望。当他遇到这个人，需要他忍耐，遇到这个困难去忍耐的时候，他知道神会透过这当中来带出新的道路。甚至基督徒信主的人在苦难当中，他会学习放手，不是因为他不在乎，而是他知道一切都是有上帝的掌握。他不会为了这件事情，他放手了以后，他就没办法拥有了，他就在那边很痛苦。我这个东西没了，我这个东西怎么了？他不会这样，他知道一切都在上帝的掌握当中，他不一定要需要这个东西在他生命里面。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诗篇第56篇3到4节说：“我惧怕的时候要依靠你，我倚靠上帝，我要赞美他的话。我倚靠上帝，必不惧怕。血气之辈能把我怎么样呢？”这个心境安全的人就会有这种心智，安全的人就会带出这种勇敢的态度。第5个，最后一个智慧家庭的情境就是有个人化情境的设置，也就是说，他必须知道适当的位置安装适当的开关呢。好。哥林多前书3章9到14节，我们一起来看哦。好，我们一起来看这段圣经节，就是在教导我们，
到底我们的生命是有什么宝贵之处了哈？到底你怎么个人化你的生命哈？好，因为我们是与上帝同工的，你们是上帝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我照上帝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么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么样。好，请问每一个人都用不同的方式在建造根基，对不对？即便那个根基我们都拥有耶稣基督救恩的根基已经立好了，可是人都还是在建造哦。你怎么建造属灵祝福蒙恩的生命，蒙恩的祝福的生命，都在于你怎么在建造。我们看到金银宝石，有人建立的是用上帝的话，如果不用上帝的话所建造的生命，它就会怎么样？它就会像草木禾秸一样。草木禾秸就是人的理论啊。你有没有发现有人哈，你只要跟他谈什么叫福音信仰，他会讲，我跟你讲，这到最后就是人啊。我觉得你会听得出来，那好像他讲人的事情，他讲的不是上帝的话，不是坚固勇敢的话，不是祝福的。所以你会发现有人在建造不是用上帝的话，他用的是人的理论感受。所以我们要了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真的要学习，特别在我们这个母亲节的节期里面，我们一起学习如何来建造一个智慧的家庭。我们透过智慧家电我的几个角度，好，我们再复习一下。我们谈到几个，第一个是什么？智慧照明，对不对？第二个是什么？娱乐的应用。我们怎么样享受这个娱乐所带来给我们生命的调剂？甚至呢，帮助我们在家庭里面智慧家庭的环境的监测，好，甚至还有什么安全的监控，还有所谓的最后个人化情境的设置，我觉得都可以帮助我们生命会不断的成长。我非常喜欢这个有几张图片我带大家一起来看过去的妇女她们会有一种状况，就是说在外面浇花，她们会祷告，她会求主降淋雨啊。在我心里面发生我心中的善种，好的种子。好，以前的妇女这个基督徒妇女，她们会开门，她们会祷告，求主敞开我的心门，将主接到我的心中。甚至还有些妇女，她们在家里面，在做家事的时候她们说求主降这个灵火烧去我心中冷淡，却常存热心侍奉主的心。好，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也可以学习，求主帮助我们在扫地清扫的时候，我们就学习说，主啊，让我所扫过的这个教会的每一个土地，在我家庭的每一个地方，求主你帮助我，能够使我常做一个清心的人，清洁心境的人。然后这个妇女也她怎样点灯祷告要点电灯也可以祷告说主啊，使我行为良善，如同灯照在人的生命当中，要将你的真光照在我心里面。好甚至呢，我们可以照着这个求主使我信上加信，常与主交通。好，我们跟孩子的互动，我们要怎么样？要用神的话彼此交通，甚至跟我们的孩子做更好的沟通。甚至我们在晾衣服的时候，以前的妇女还会这样求主洗净我心，使我洁白如雪。很有趣牧师也看到这个，连提水也可以祷告提水怎么祷告？求主赐给我活水，使我永远不渴啊。提水以前的人这个提水用水抢水，就是要为着安那会当啉嘛。还有什么打油祷告求主赐给我智慧如聪明的童女，常预备油在器皿里面。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里面时常保持这样良善的心，让我们的教会能够真实的做基督的心腹，做个有基督智慧的儿女。我们一起建造神的教会，努力去传福音，做好的牧羊者，来为主做重要的福音性的仆人。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主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感谢，
愿主你将你丰盛的话语赐福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要做智慧的儿女，要做主你建造家庭、福音的禾场的工人。我们需要从你而来的智慧跟能力。求主你将你的平安、荣耀的冠冕赏赐在我们当中。当我们在你面前学习主你的话语，我们更需要更多的智慧，在我们生活当中，在教会里面，在我们前面生命的道路上，为主你做美好的见证，将福音传递出去，也将福音带给有需要的人，让每一个人都能够享受生命的福分。再次在母亲节的节期，也恳求神赐福每一位做母亲的，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在家庭里面有神你的平安与保守，让他们的生命能够做神的光，做神的盐，在他们的家庭里面扮演好有智慧的妇女的角色，也在你的爱的家庭里面为主你做美好的见证。向主你献上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愿主保守我们，让我们在每周六晚上也都能够同一时间晚上6点半一起来敬拜神。愿主赐福大家平安。